讲到这双牌世宗文拜六礼拜就要开始啊，不过所有民众也伫网络顶头放假消息，讲蒋万安规定讲这世宗文迄天呢，袂当炸台湾的国旗入场，却会当炸中国国旗。警方也伫咧9点钟了后，抓到这位传播假消息姓黄的查甫人。 有民众礼拜伫咧面册公开打文，讲蒋万安重大宣布，世宗运运动会场内袂当出现国旗，但是观众若是要炸五星旗是无问题。这批打文伫咧网络大量互人转达，起赞的速度也真紧。对此，世宗运执委会也赶紧澄清，这是假消息，主办单位无公布这款无影无力的资讯。世宗运执行委员会特此严正澄清，仅在比赛与颁奖等正式仪式场域中不携带旗帜，观众席则无限制。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也伫咧打文发出来9点钟了后，抓到49岁有规则文书前科的姓吴查甫人。警方发现伊长期经营面册，伊的卖奖也有11万的卖奖，平常时拢会分享一寡政治相关的言论。即摆伊也承认有打这条无正确的资讯。最后，警方也以违反社会特殊维护法来移送法办。 经追查发现，该粉丝专业由黄姓民众经营。寻后将依《社会秩序维护法》第63条第1项第5款之规定，移送新北检疫庭裁处。 世宗运是世界级的大型比赛，台北市政府希望民众会当甲重点放伫咧参赛者的表现，注重运动精神，莫牵涉到政治、选举、宗教等等的议题。希望大家伫9月17会当入场替运动选手加油。主办单位也强调，即届参赛选手有19位是超过90岁时代。市府希望透过因的精神，感染更较侪人，鼓励大家活够老、运动够老，愈活愈健康。记者陈阿选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